切，阴阳上下做，乾坤难分真。心求啊，秋窗吹南开水，莫彩云。夫人，照眼看啊，少爷老少夫人唔像夫妻，点到像狗盘呢。但讲公婆呢，用要变到狗盘咯。唔系，当你搞了看到少爷，看少爷欢喜，也比上行较靠见啦。夫人，你放心。来，俺问你，来，看来少爷老少夫人甘有？哈？哎呦，就是你看看。爱去搞门较强啦！夫人，你叫到一看呐，少夫人带对少爷得救，马上就要劈碎你。马该，
抢款的，夹夹来去困，夫人甲夹着伊。夫人，行头慢着伊，行头慢着伊啊！哎呀，很痛哦！屁股肿到安尼吧，你还得会错吧嘞？老少爷咩都人唔抢人，鬼唔抢鬼，也下连老爷你都做咁大，唔系小翠，也下全部系人嘅主意嘿。我只是怕眼风了啥？那边本人欠死哦。夫人啊，因为迄小爷对无拄好，客上客下，小夫人惊佢会跌倒，总会带伊来踢球的。哎呀，夫人心怒啦，小夫人抢做大，希望小爷从来就唔识挑难咯，带佢踢球的啊，你系要佢欢喜嘅呀？夫人，就是啊，我看小夫人照顾小爷系尽心尽力，照顾公公婆婆也系做到。茶茶夫人，你想说茶？强茶、绿茶、红茶、无聊、红红迷你茶，茶多。你想什么呀？爸爸妹抢错没拉面妹喝什么？把什么妹？你想生哪一张就得有哪一张，全部对夫人想自己。嘿呀，夫人啊，你们是讲过按晓得嘅心球，虽然少有，在嗰一餐嚟啊，冇听错。就做得难嘅小金顺，夫人息怒，何抱息怒？你也得全部放起来。小翠，亚拜做每一半年，
从今以后，做公婆要做公婆的款，不准闺女带地年风人来抵嘛。晓得，喊家家带小爷去玩散步哦。遵命。这叫诶，来耶，你会讲话嘞？来为个法诶，老爷，你家下有听到吗？年风讲一句踢球呢。你那个耳光有问题啦！我听到清清楚楚，是你张出耳聋啦。啊，出耳聋啊，是真件出耳聋真好呢。老爷，我为朝中发生乜嘅事情啊？夫人啊，你还记得代替前嘅王隆中王太爷？是听老爷讲过，你老弟同朝为官，唔过东北前日嘅麻烦係。嘿呀，3年前，我2人参加立仆考试，马沙地我孙子记留人，故事啊，佢心怀5年，记恨于我啊！迄个七家磨菜条呢，会怪马上。唔过老爷，人家好用嘅神啊。我让我理解明白嘅空口不爱，只好时时小心，免得中了家嘅计谋，惹是生非呀。老古人讲得好，明枪容易散，暗箭啊是难提防哦。哎呦，啊，痛哦！歹势啊，老爷，歹势啦，落去教育嘅。我来骑马哩。咦，小夫人上小爷打扮嘅希望嘅庙嘅水面啊！小夫人係唔係將佢打扮做土地八公啊？你有身材哦，你嘅土俗唔土俗，唔做事，唔理理事，冇做事。哦，今年係告訴先生嘛，今年第幾班嘅希望啥嘛？佢呀，去包我。你有冇啲其他包喎？打我！自家講嘅呀？中獎頭哩，猜明年的那大量包我前期是发，对，你抢包我身份。把我身份。
何恨那个王龙中蔡朝中，此次不灭而我，才立判言事，私行此用，为老万岁招挨一本，实在居心难正啊！哎，东人，你喺骂啥？我是秋桥。啊，秋桥。你那勇士变到俺秋啊？我这边一皮。转身来看得嘞。好。你看也是马个用相，你喺骂啥？爸爸。啊？爸爸，爱看这高挑王，你看呐，下面搞到武一打胖一打，就鬼用呀咩？你呀得话挑事为全心啊，黑毛啊，哎呦，婆婆，小妇人带来掉做戏嘅。好啊，小嘴又系你，爱见本你今天会好好教训你。要我小呀，你赦免。爸爸，一件事，错喜怒啊，不言不顾，强救雄，不用爱心血沉沉，空伴有啊，天定爱挑起我啊，了眼光，快点！天明老家归乡啊，翻天国皮也好雄，怒气难受爱将你打。启禀老爷，方才王隆中嘅家人来报，讲你蒲松树拜访老爷你行错路，你从王隆中王太爷府邸，然后我来拜访王四郎王太爷，但系我去王隆中嘅家中，我哋交转马蹄。来到衙府中，前来大堂，还叔叔太爷请赐登门来了。哎呀！不论不打雷啊，春意到了干家风。石翠来来满年，也敢假扮朝廷改言，去到木龙中家中敷衍对意，你丝毫记心。一时欢喜，早已到了。好了，呀哈连老爷嘅乌纱帽，你也拿来搞？你靠地嘅王龙中老老爷系死对头呢？根本嘅事情系本己决定，决定为命老爷一个自家本人嘅催命。好啊，我根本决定会好好搞你啊！夫人啊，哎呦！老爷，老爷，你蒲王隆中求见老爷。啊！公爱身体看人不偏上见。老爷，启禀老爷，王隆中赶来求见四龙太爷。啊！你赶带求见，总得是你呀，老爷，你家家希望赶火下。哦，强王太爷堂堂小殿。爸爸，来，
做爸爸嘞，俺来做皇帝。皇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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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帝。皇帝，奇仔，